歡迎大家嚟到今集嘅香港人家書，繼續有廣傳媒何老總啦，同埋 MIHK 嘅歐陽老岳咧，同大家咧就係做節目嘅。老總你好啊！你好啊，各位網友啊，多謝大家收看。今集咧我哋有啲咩講啊？係咪要講下香港大藥房呢一件嘅事件咧？係啊，要加個引號嘅喎。呢個香港大藥房有兩間嘅，一間就係香港正牌呢一個屈臣氏所在嘅，即係李嘉誠呢間公司嚟㗎。另一間咧就喺大陸嘅，咁啲大陸人註冊嘅，咁就好明顯咧就出現咗無印良品、無良印品之類咁樣嘅東西啦，俾人哋冒用。咁就肯定而家我哋講緊嘅係冒牌貨，而且冒牌貨入邊，自己入邊仲有冒牌 A、冒牌 B、冒牌 C， 香港大藥房 A、B、C、D、E。自己內部假貨都喺度互爭正統啊！呢一個係大趨勢嚟嘅，唔好話即係攞大藥房嚟冒充香港嘅產品即係 Hong Kong product 啊！人都可以係冒用係香港人嘅，係嘛？即係係嘛？係咪？即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大陸人喺97年打落咧，就已經係慢慢即係移居香港，攞咗3粒星，但係就同我哋香港人咧外表上面咧都睇得出個 difference， 佢哋西瓜咁大個頭，生命麵包咁厚嘅一個後尾枕，又或者大家一個唔覺意一攰起上嚟嘅時候，佢一踎低就大家知道佢唔係香港人㗎啦，係嘛？即係可以同或者佢口一講個話口音就聽出㗎啦。係啊，就睇得到㗎。而家香港裏邊咧，即係好多朋友翻咗香港，即係同我匯報咧，就話即係，唉，真係陰公啦，老王。而家香港裏邊去食個茶餐廳嘅。啲人同佢落單嗰個都係講四音話㗎，四音話係啊，全部都係波波摩科講呢一個嘅匪語嘅。咁我同佢講呢一個嘅廣東話或者係講我哋嘅粵語，好彩嘅佢係識聽，但係答翻你都係答四音話。去第二間佢又用你個普通話交流，但係你個廣東話同佢講，我聽不懂啊，揀果魚啦嗰啲咁嘅卡嘅嘢，要搞到要揾佢哋啲同事嚟即係做翻譯。咁你香港人已經係嗰個特質就已經係變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香港人係咪真係真香港人咧？而家有好大個 question mark。咁所以你同我講，香港大藥房啲產品其實係大陸嘅產品，有咩問題啫？其實基本上一個大勢所趨㗎啦。由一啲嘅月餅，香港人唔係佢哋出產嘅，都當係香港製造嘅香港月餅。咪即係舊年嗰隻美城月餅啊嘛。咪係咯。咁而家有一啲唔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甚至係新香港人。佢哋嚟依個地區打個圈，又話自己係香港人，有咩咁奇怪咧？其實基本上香港個 brand 就已經係爛咗㗎啦。不過我只不過講，即係你冒認做我哋香港人即係如果即係你走出去你依一個大陸唔入流嘅駕駛技術，攞咗個香港牌，然後就攞個國際牌，走去四方八面亂面咧，就亂揸車，搞到交通意外。咁人哋咧就第一時間講咧，就係香港嚟嘅駕駛者。咁我哋又同你食晒，好啦！你拿住我哋嘅香港特區嘅護照出到國，然後跟住咧就喺日本裏邊做埋啲即係喧嘩炒鬧啊，有影響市容啊，有失國體嘅一啲嘅事件咧，俾人捉到咧，又話係你香港人喺度搞震，我哋食晒死貓啦，俾香港死貓。係啊，即係呢啲已經係即係行緊嘅嘢嚟嘅。咁所以有人去即係做假冒香港藥房、香港製造嘅成藥，咁然後去兜售咧。當然就係呢一個必定會發生嘅事，但係喺裏邊就好冇品，因為我記得咧以前睇粵語長片咧，有啲咩鄭君綿啊、鄧寄塵啊、鄧碧雲做嗰啲佢成日都有講即係千祈唔好奸淫擄掠之餘咧，同埋賣假藥好大報應㗎。老鍾記唔記得啊？係啊，生仔冇屎忽㗎。係啊，落地獄一定俾火燒嘅。喂，以前講咧就係做賣假藥係真係好陰質嘅，即係同嗰啲汪洋大盜嘅罪行咧真係差唔多㗎。係嘛？而家大陸喂冒用你香港賣呢啲假嘅中成藥，當然佢係中成藥，但係佢食死人之後咁點負責咧？咁香港大藥房咧正牌嗰個屈臣氏嗰個咪食鬼晒，咁當然即係一睇嘅產品嘅說明書，一睇佢啲公司註冊，全部冇一間即係正式香港人嘅，全部都係大陸人嘅。睇佢 last name ZHENG 咁就係知咩事啦。XIANG 係嘛？跟住呢啲咁嘅係嘛嘅物體。ZHONG 係你講得啱啊！嗰啲就姓張嗰啲就 EX 2H
一啲係 ONG， 一啲 ANG 又 ENG 咧，總之就好多都係二 set 字頭 X 字頭，就大家都知道唔係㗎啦。但係問題就係香港本身係真係有間香港大藥房，而家仲喺度做緊生意，而且佢鋪頭亦都喺大陸有開嘅，即係屈臣氏啊，有後嚟有冇撤退啊？冇喎，應該係嘛？呢個我就唔清楚啦，唔敢亂咁答。咁但係係啦，阿神哥佢反正屈臣氏喺大陸，咪如果你大陸冇開個鋪頭，人哋都唔會冒用你嘅名，就係你嘅名係直租啊嘛。Made in Hong Kong或者係呢個香港嚟嘅招牌本身係有市場號召力，係一種有利可圖嘅一個品牌嚟噶嘛。咁即係等於無印良品，如果冇一個商業價值，你都唔會冒用佢啦，唔會將佢改成無良印品，或者甚至直頭用晒無印良品，然後跟住告上法庭，法官就話判後邊大陸嗰個係正牌，日本嗰個係侵犯，後嚟成立嗰個，咁都調轉嚟都得嘅，即係仔個老豆，然後咧個老豆侵犯仔嘅權利嘅，咁都得嘅。而家個情況咧，就唔可以怪晒啲中國人嘅，因為冒認香港品牌就係從你中國做起，從你中共做起。香港呢個地方就即係你就話呢一個嘅一國兩制，實情而家就係一國一制，係嘛？咁啊香港就被逼咧，就俾你做一啲嘅自己唔想做嘅一啲嘅嘢，係咪？香港要做包括資助俄羅斯，資助俄羅斯係嘛？借助香港嘅呢一個嘅航運港就將一啲違禁品就掟去呢一個伊朗啊、俄羅斯啊、北韓嘅地方。嗱，唔係我講㗎，人哋有證有據。孟晚舟都有人版，你睇啦。孟晚舟有3個呢一個香港特區護照，孟晚舟都係香港。佢係用香港嘅匯豐匯錢去伊朗㗎，係啦，同埋運貨運電去伊朗㗎，俾匯豐捉晒㗎。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咧，佢嘅身份就係西方國家裏邊一個嘅亞洲城市，又或者係一個喺東方裏邊嘅西方嘅一個嘅基地，又或者係一個嘅亞洲裏邊西方嘅一個嘅揾錢嘅呢一個嘅重鎮。咁所以當然香港有好多嘅 advantage 啦。咁即係西方國家俾面啊，或者呢個地方裏邊可以幫佢揾到錢啊。資訊嘅交流啊，亦都係因為你係可靠啊 ，service 好啊，做咗咁多年，之前有英國人睇場啊，美國佬喺後邊 back up 啊，咁好多人都要揾你喺香港做嘢，咁所以信得過，有商譽，有口碑，自然就有好多嘅一啲嘅 advantage 啊、benefit 啊、優惠啊、privilege 啊喺其他嘅地方裏邊可以俾得到你啦，係咪？咁好啦，你中共就借助香港，喂，呢個好學生何良茂老友記係嘛？擺到明就係唔會倒外圍碼亦都唔會偷睇鹹碟，亦都唔會帶寫真集翻學校啊！咁啲訓導主任見到何良茂係嘛，行嚟去嘅時候，得行啦，唔使收書包。哇，歐陽老你個樣咁衰，你睇下你條褲點解打3個褶？睇下你對鞋點解尖嘅？有冇着襪？呢個書包嚟聽，有煙仔，有馬經，有6盒彩飛，仲有2本。呢一個嘅龍虎豹都好啊！你有啲品味衰到咁，葉劉淑儀寫真集，你有冇搞錯啊？歐陽老我罰企罰抄校規3次，下次你帶本李慧瓊寫真集翻嚟，我就一定踢你出校。咁樣咁冇品味嘅，你睇下何良茂先生，點解何良茂同學幾乖啊？係嘛？你睇下佢有睇《雙城記》㗎，睇《四書五經》㗎。好學生啊，快啲上去！殊不知原來你就俾我呢個壞分子指使你，以後你就幫我帶本李慧瓊寫真集，再孖住一本鼠黃昏4點進路大寫真。喂，阿 Sir 完全都唔知點解學校裏邊哇，大家喺學校裏邊又煲煙又倒外圍，又睇呢一個鼠黃昏寫真集。哇，原來就係你何良茂係嘛？即係喺度帶晒啲衰嘢入嚟，得枉我對你嘅信任。以後何良茂老遠就已經俾人搜書包、搜袋搜身唔准你入學校啊，甚至乎踢你出校添啊！而家香港咪咁嘅 situation 咯，乜嘢都假嘅。你香港人以前去啲地方有唔需要簽證，你喺香港考嘅呢一個嘅車牌專做國際牌，可以俾你去揸車。香港人嘅學歷、資格各方面嘅嘢，全部我哋都承受你嘅。你 DSE 又可以報考我哋長春藤大學啊，或者係加拿大啲學校啊，如此類推。呢個留學啊係冇問題嘅。但係俾啲炸嘅97年之後好有用心，聲香港人玩爛晒、玩臭晒，由去香港嘅呢一個地方
到我哋喺度雨後春筍起好多啲嘅香港公司，原來實質係俄資、中資或者伊朗嘅呢一啲嘅資金喺度去四方八面買晶片、買技術，係嘛？買依樣各樣那樣，然後就運翻去嗰啲外國去 ban 啊，去制裁嘅國家。再有一班唔夠 quality， 香港係 mean standard， 香港 mean professional， 香港 mean 優質。而家就俾啲咁嘅垃圾嚟扯爛晒。以後香港喺任何嘅領域裏邊，所有嘅caliber 係完全唔承認。就從呢一單香港大藥房事件，大家可以睇到舉一反三，成個大勢就係咁咯。係啊，公司註冊查出嚟有200幾間嘅類似公司註冊登記，有啲仲叫做香港大樂房添。將個弱字嘅草花頭搣埋，魚目混珠，香港大樂房，即係大朗鑊啊！係即係咩叫香港大點房啊？嗰個難寫啲，係咪？佢將個弱字個草頭搣咗佢，又一間公司香港大樂房，好陰功啊！即係我哋喺被迫於無奈要離開我哋心愛嘅城市去走，但係見到我哋嘅呢一個嘅祖家，我哋嘅國家，俾佢哋咁樣去玩殘，係嘛？係一個好心痛嘅一件事件。香港今時今日有咁嘅 standard， 即係大家國際認可，大家國際 welcome。你何老總，我歐陽老我嘅老豆，我阿爺，係嘛？好多觀眾裏邊嘅幾代人啲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會計師、營商分子、公務員，係嘛？老師、大學嘅祭酒，個個都有份㗎。黃毓民教主啊，媒體人啊，係嘛？即係拍電視啊，做廣告啊，係嘛？商家全部有份去貢獻，標咗一個口碑，標一個 standard 出嚟㗎，就俾你班咁嘅冚家產呢啲咁嘅蝗蟲，呢啲咁嘅新來港嘅呢啲咁嘅廢柴別有用心嘅，借香港嘅招牌，借香港人嘅身份去偷雞摸狗，搞亂檔，搞到我哋嘅品牌唔 Q 值錢。我係好心痛、好心傷㗎，其實真係。同埋你整啲咁樣嘅藥咧，係未經過即係合法嗰種，即係政府機關，即係叫做批核啊。係。會食死人㗎喎。咁又講，阿老總，即係行走江湖咁多年咧，我都得出一個結論。咁啊，中國人咧就只打中國人。咁啊，從英國裏邊嗰個嘅留學生個博士生強姦民女。中國人咧就只奸中國人，咁而中國人咧就淨係中國人嘅啫。咁啊，所以喺呢件事件，所謂香港大藥房咧，其實就佢中國裏邊嗰啲嘅傻仔盲毛黑漆係嘛，佢哋嘅錢，就中國人中國人嘅。咁啊，未去到好危害世界喺呢件嘅事件。不過講粵語長片嘅教訓，賣假藥咧就必定落地獄嘅。嗰陣時鄭君綿嗰啲受罰嗰陣時咧，到最後呢一個鄧碧雲就指住佢嚟鬧嗰啲咧，就係咁嘅結局咯。咁啊落唔落地獄就唔知，但係就可以睇到一個國家咧可以咁樣，即係完全係冇晒王法，即係嗰種一種野蠻時代，一種即係蠻荒世紀嗰種方式，即係去到嗱呢啲咁樣嘅東西，我哋97之前你冇牌嗰啲，政府一告就冚斗，跟住拉人封艇冚鋪，跟住嗰啲藥全部銷毀。仲有邊啲人去做咧？但係而家喂註冊都200幾間，然後跟住個個喺度炒一齊，仲跟住大聲嗰間仲話你大聲嗰間 A 假貨啊，仲鬧嗰啲 B、C、E、D、E 嗰啲，你哋嗰啲唔得㗎，你哋唔好亂嚟㗎咁。即係佢變咗係咩？劣幣驅逐良幣，然後劣幣咧就當自己係良幣，然後跟住就話原裝正貨本身都唔啱，即係。而家李嘉誠嗰間公司咧，即係香港大藥房原裝嗰個咧，就話要進行法律研究緊。梗係要啦！而家香港搞嗰啲城市啱啱搞個士碌架大賽教人批字係啊，笑話。嗰個笑話淨即係衰到冇人有，係嘛？即係未夠鐘就講下酒，跟住無厘頭又話人哋 curfew 又話戒嚴，又觀眾又唔俾飲水，但係裏邊嗰啲嘅富二代官二代嗰啲坐包廂席嗰啲就有樽裝水飲，係嘛？搞到啲嘢就係不倫不類。咁背後搞嘅原來又係大陸嘅嚟呢啲嘅搞手嘅香港 organizer，
你哋依啲擺到明都唔知有冇投標，無厘頭點解益佢？就等佢嚟搞呢啲咁嘅賽事，又唔會核實佢哋嗰啲人啲 call 啊得唔 Q 得，然後一搞即係咁嘅嘢，貽笑大方，柒出國際，但係入數嘅就入我哋香港人嘅頭上面。啊，香港人呢一個事都搞 Grand Prix 啊 ，piece of shit 食晒。所以都冇人有，咪咁咯，係嘛？即係你哋即係將嗰個嘅大陸人去做香港人嘅嘢，大陸人去冒認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到最後就 backfire， 香港就係受罰，依紮友仔就飽食軟羊，仲可以唔需要受法律嘅問責，袋到盤滿缽滿，利益輸送係嘛？冇人監管，唔係踢爆咗出嚟，冇人會做嘢，損失嘅就係香港人嘅聲譽同埋香港人嘅 branding。即係成哥講啱啊！真係6年前講嗰句黃台之瓜，香港就黃台之瓜冇噶啦。你唔係咁樣講啊，老總，你要跟我咁樣講。黃台之瓜何幸在澤咧？你要咁講，即係成哥嘅語調。你啲演繹先至最接近真人啊！真係黃台之瓜，玻璃啊！何幸在澤，何幸在澤咧？係咪咁樣講？唉，真係我好 sad 㗎，即係聽到呢啲咁嘅新聞，我哋無能為力。佢仲要搞李嘉誠嘅公司先至太歲頭上喎。哇！李嘉誠而家全個中國都可以搞得啦，直情係賣國賊啦，將啲港口嗰啲嘅經營權賣晒俾人。我得到內幕消息啊，中國裏邊啊，孖叉到李嘉誠九彩啊，因為李嘉誠幾時分翻啲俾阿習近平啊？喂，嗱唔係講笑，嗱老總你真係人老精鬼老靈啊，吸濕天地靈氣多成精啊！你真係，就係個講法就係你賣咗咁多錢，要嘔翻份數俾國家。咪係咯，國家幫你一帶一路啊，幾多嗰啲無形資本同你支出，哇！呢條數計出嚟點知200億啊，2000億都唔止啊！你如果咁樣都唔孝敬啊，即係成何體統啊？冇錯啊，神哥。而家就係要打阿成哥腳骨啦！呢一個嘅烏哩阿摩個鄧鄧框，你班友仔食咗落肚，嘔翻出嚟好啊！哎呀，隻爹隻崩個天注定㗎，你唔好喺度咁樣啦，好辛苦㗎！真係。成哥聽到你個隻籠嗰度噏就抱你阿摩。係啊，即係所以係咪真係黐線嘅？人哋一當正當嘅商人做一個嘅 deal，賣走晒啲嘢。你竟然叫佢嘔翻份數俾中國喎！你真係傻仔嚟嘅。咁你諗下啦，香港其實基本上中國對香港呢一個就係用到盡、用到爛、用到賤。一件嘅 Versace、Armani 嘅一個嘅西裝，佢愛嚟喺碌地沙嚇，即係佢呢一個嘅做禮着到穿窿，着到穿窿污糟邋遢係嘛？仲要就係唔嬌補爛身爛世瞓街。就係咁啦，香港就係 exactly 就係俾呢一個大陸佢咁樣去利用，到最後用完之後就即係你死你事，你成身債，你冇國際嘅呢一個嘅認證，國際裏邊你冇 status， 你中國香港嘅呢一個事件，你炸嘅狗官，你哋要孭，唔關我哋呢一個嘅中國政府嘅呢個事，就係咁簡單。condom 回歸嚟做咩？都回歸嚟做咩？係啊。真係做咗龜都不如嚟啫，真係黃龜就變咗。冇錯啊！好，我哋見去菲律賓啦。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咧就上個禮拜就嚟香港喺修頓球場咁啊，你知好多菲傭喺香港就拉票咁啊，即係因為可能真係選舉啦。咁啊，但係一翻到馬來西亞個達哥叫達哥士幫手拉票嘅，嗰啲地方選舉好似就幫人拉票真係係嚇達哥士好似係啦。咁啊，一翻到馬尼拉國際機場咧，就俾呢個國際刑事法院啊，即係 ICC 啊，咁啊嘅特警咧就喺機場，直頭喺飛機佢咪落機，已經喺機艙度拉咗佢。啊，咁啊當時阿杜特爾特咧，即係有人用手機拍到啦，嗰啲好明嘅乘客啦，就杜特爾特講咗句：你哋乾脆殺咗我算啦。啊，咁啊，但係當然唔會殺佢啦。雖然佢做總統嗰時咧，就即係行刑式啊，當雞對住毒販啊，行刑式槍決處決。咁啊，而家好明顯，國際刑事法院就話佢犯下反人類罪，要捉佢去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要審佢。咁而家已經押咗去海牙啦嚇。咁啊，據說佢全程坐飛機
由菲律賓飛去荷蘭咧，坐9個鐘8個幾鐘頭飛機，一件三文治啫。咁呢件事點睇咧？嗱，首先第一樣嘢，佢係一個民選總統，咁雖然佢做啲嘢出嚟好似好反傳統亂 Q 咁殺人，但係得到好多菲律賓人嘅呢一個嘅支持，因為係不爭嘅事實嚟嘅。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我哋啲先進國家第一世界好難去明白到第三世界裏邊嘅做嘢嘅呢一個嘅方法。咁佢殺咁多人，你問我會唔會濫殺無辜？咁呢一個我諗都唔使我答你啦，係咪啊？或者係點解會殺咁多人？係咪個個都最終要死咧？甚至乎鼓勵私刑係嘛？更有人話咧，而家就告佢43條謀殺罪。有啲人話咧係經佢呢種嘅政策裏邊要死嘅人咧有啲講係2000，有啲係講到過萬。OK， 咁但係你從佢落到嚟香港裏邊，我哋見到嗰啲佢菲傭好似喺列治文大統華啲粉絲見到你咁樣嘅著樣，哇！佢真係開心到嗰個樣。佢真係好有民望啊！佢當時係啊，佢而家都好有人民望啊！唔係佢個女點去做咗副總統啊？係嘛？係咯，即係你嗱，我哋好得閒，即係有時去評論呢一樣嘢，即係你又唔係菲律賓生活，你係咪馬尼拉裏邊嗰啲嘅市民？你哋點會明白到一個宿務裏邊嗰啲販毒嘅問題？有啲平平白白啲嘅毒販有嗰啲嘅衰格嘢，搞到佢仔係咪即係有染毒癮，或者係爭奪地盤嘅時候打死咗佢老公5中流彈，我係真係唔知嘅喎，係咪？我哋用我哋嘅 standard 去睇，其實呢啲咁嘅垃圾地方、垃圾國家，可能真係要咁樣嘅情況去做。Likewise， 去到哥倫比亞嗰啲嘅咩cartel 亂咁開槍打死人嘅時候，你係咪都要用武警入去將佢掃平？亂咁打翻死佢哋？你唔係用呢種方法，用啲咩嘅方法咧？係咪嗱？我唔係話佢啱啊，我知，而係你佢講哥倫比亞咁南美咧，就咁墨西哥已經當街毒販對住嗰啲候選人啊，係即刻當街嗰啲候選人肯定係要掃毒㗎啦。如果唔係就打死佢，啲毒販當街打死。係啊，咁你係咪要一個雷霆市長當選咗市長都係咁做俾人哋當街處決，又冚家產又成，咁你係對呢啲咁嘅毒販，你係咪真係要用重典？嗱，呢啲你針唔吉到肉就唔知痛。嗱，另外第二樣嘢，即係佢咁樣嘅做法，即係受到咁多民選嘅市民係去歡迎，即係換句話講，某程度上佢國家啲人民係真係支持佢咁樣去做嘅喎，係咪？一係我嘅問題嚟嘅。第二，你 ICC 普里亞摩即係普京殺嘅人，你估少過杜特爾特殺嘅人咩？咁你唔去捉下普京？普京係戰犯嚟㗎，而家戰犯嚟㗎嘛？你唔捉個普京去海牙法庭？係啊，咁因為你菲律賓係弱國啊嘛。咪大細超咯，你即係揾人嚟恰咯，呢個第二樣嘢。第三樣嘢，你可以喺馬尼拉捉佢，點解唔可以喺莫斯科捉佢？冇錯，普京冇錯。點解佢喺中國嘅時候你唔喺度捉佢啊？咪就係欺善怕，咪咯。好啦，第三樣嘢，而家嘅小馬可斯呢個總統係嘛？即係啲人就會孖叉佢。喂，有冇搞錯啊？佢翻到嚟我哋菲律賓嘅地頭俾 ICC 啲國際組織喺我哋嘅地頭裏邊執法，捉咗我哋一個嘅前任嘅民選總統走。喂，咁我哋菲律賓係咪一個主權國家嚟㗎？你係容許佢哋咁樣去做啊？你默許咁樣去做啊？你更加係同佢哋勾搭要去咁樣去做啊？你俾個説法嚟好喎。我哋菲律賓係咪俾嗰啲國際組織 globalization 殖民咗嘅一個嘅地方嚟㗎？佢哋仲惡過你嘅？點解我哋唔係一個自主國家？我哋唔可以保護我哋嘅民選總統、前總統，而你因為任佢哋隨便去拉人兼封艇，咁我哋何有國家可以你嗱？講真，你可能唔會啲咩事？點解突然之間有人同我講嘢？一個問題又係咧，菲律賓咧，佢哋國家咧雖然係弱，最慘嘅就係啲女仔出咗去做傭僕，去賺錢咪賺外匯救國。但係佢哋嘅民族自尊係好緊要嘅，千祈唔好咧，即係睇小菲律賓，同埋即係講一啲咧，即係侮辱佢哋嘅國家。有一個網台主持人曾經喺電視台裏邊講過，佢叫做傭僕之國菲律賓領事館都即刻即係又要聲討佢又要點啊？佢哋個民族尊嚴好重要嘅。咁你而家擺到明就係侮辱緊菲律賓將佢哋嘅民族尊嚴去羞辱係嘛？唔俾面咁樣嘅情況，你作為小馬可斯。即係你竟然係容許咁嘅情況發生，你該當何罪？你何德何能？即係呢個係我見到嘅3個問題咯。我稍微答一答你啊。第一咧就係菲律賓好似係 ICC 嘅會員國嚟嘅。唔撈摸啊！已經喺2019年已經係退出咗㗎啦。
退出咗。退出咗。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咁而家只能夠證實一樣嘢，係黨爭，菲律賓嘅黨爭。現任嘅政府係對於過去呢一個政府咧，好明顯係反對黨啦，因為佢輸咗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係有一啲借外國勢力就剪除呢啲咁樣嘅，即係有民望嘅政黨嘅領袖，又話我覺得有呢個嫌疑喺度。當然你通街咁樣殺咧，喺國際上咧係特別係國際刑事法院呢啲，即係而家都睇嚟啊，喺特朗普眼中都屬於左膠嗰個系統噶啦。咁佢哋咧係用2002年生效嘅羅馬協定入邊有一種叫做反人類罪或者係違反人道罪，去將呢個杜特爾特就係照捉佢。另外亦都就係同一個 ICC 亦都將普京當做戰犯因為犯下戰爭罪行喺烏克蘭呢方面，特朗普就好似唔係好 buy 呢個 ICC， 因為 ICC 亦都好似將美國嘅一啲官員咧都當做戰犯嘅，包括佢嘅好朋友呢一個嘅內塔尼亞胡，據稱都係定咗係嘅。咁你唔去拉以色列嗱？有以色列都係細國家，1000萬人都唔到，拉以色列內塔尼亞胡一笨賊。哎呀，以色列後邊嗰個巨人唔鬥得㗎。咪呢啲咪仆街團體，恃大欺小，蝦弱勢。你睇我哋亞洲人唔順眼啊！你戰鬥民族你唔敢拉，希伯來人你唔敢拉，你就蝦我哋亞洲人。啲左膠嘅偽善，老哥你今日第一日出嚟行啊！咪係咯，咁我所以咧，即係我係覺得咧，我唔介意你拉杜特爾特，你拉埋內塔尼亞胡，你拉埋一視同仁咯，一視同仁，你唔好做啲唔做啲，係咪唔通嘅呢件事？呢啲就係即係特朗普真係好興嘅，你班友仔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嚇。咁而家咧就專捉埋呢啲咁嘅，即係呢度就已經係落，即係叫做冇晒權力嘅。咁79歲揸住支拐杖動下，係嘛？你有種嘅，你拉嗰個騎紅人嗰個普京啊，係咪先？係咪先？真係絕對唔會做。咁變咗佢哋咧，嗰個道德嘅高地咧就高到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咁高，但係佢行動咧就低到好似非洲嗰啲侏儒國都不如。咁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做法係相同標準。其實杜特爾特應該嚟香港嗰陣時即刻尋求政治庇護，叫佢入去，得唔得啊？點解唔得？唔得，中共又唔妥咩？香港同 ICC 嗰啲係通噶嘛，可以捉佢噶嘛。即刻借啲嘢走入去中聯辦尋求政治庇護，搭高鐵翻中國咯。你即係找共產黨麻煩，你咁樣就添煩添亂呢4個字，你菲律賓都食夠死啦！仲有菲律賓嘅共產黨作緊對噶嘛？咁就死火啦！共產黨應該可以攞佢嚟打牌噶嘛，係咪先？咁失咗一張好牌咯，係咪先？菲律賓嘅副總統都係個老豆，都要靠共產黨救濟，咁即係食人嘴軟。咁你嗰啲南海裏邊嗰啲幾個咁嘅礁島，即刻就歸順中共。係咯，咁都做唔到，真係，真係世界上邊冇政治人才，真係。禮手我接佢走添啊，喺機場，係咪先？係啦。睇下佢點審啦！呢壇嘢我諗即係歐洲嗰班左膠就應該係當大龍鳳咁做噶啦，應該好喺最後頭噶啦。基本上就揾人嚟恰揾一啲即係嗱，講真，我唔係話佢係啱晒，但係佢做嘅做法，可能喺菲律賓裏邊好令到嗰啲民眾嘅歡迎，嗰個嘅國情各方面嘅嘢，斯斯文文咁嗰啲嚟執行捉毒販咧。貪污嘅制度啦，係嘛，好多嘅 click card 嘢嘅掣肘啦，基本上係冇辦法即係可以搞掂到佢哋嘅國內裏邊嘅一個販毒問題。而的而且確，經佢執政嘅時候，裏邊菲律賓嘅販毒嘅情況嘅罪行係跌咗40幾個%嘅，立竿見影嘅。係，但問題咧係治標不治本。佢冇辦法將南部或者係嗰啲即係成個毒販嗰個大本營咧係根絕，因為個國家貧富懸殊，同埋佢哋嗰啲商人咧嗰啲斂財
嗰啲權貴啊、政治經濟嗰種高度融合啊，即係有實力嘅商人同埋政壇嘅人，咁啊令到成個國家咧窮嘅就永遠都咁窮，富貴嘅咧包括啲華人啊、菲律賓華人咧就發到豬頭餅咁啊，因為你識結交呢啲有權勢嘅人，呢啲咁樣嘅上層建築你唔搞掂咧，你永遠到第二代係啊，你死咗即係少咗40%，但係跟住而家小馬克思上嚟有解決到咩？冇啊，冇解決到㗎。不過佢冇咁猖獗咋，啊，因為佢哋可能嗰啲軍人同嗰啲毒梟有 under table 嘅 deal，冇解決到問題㗎。即係大家掩飾嘅方法唔同啫。到第二代呢個人咧就戇直，即係佢當然係睇唔過眼，冇搞咗啲乜嘅害人精嚇咁啊！即係下令嗰啲警察當街處決。咁呢啲係屬於暴力，係屬於叢林法則，係見一件殺一件，唔好同我講咁多，唔審都唔使審，費事嘥國家庫房嘅錢。但係呢種方式喺西方社會嚟講係唔接受到，就算佢該死，你都唔能夠當街做嚇。呢啲現代文明唔係咁樣玩法嘅。但係我覺得幾好即係你呢個係衝突嚟㗎，文明嘅衝突嚟㗎。呢真係幾好效喎！真係第時光復香港可以考慮喎，真係。係嘛？呢個方法係即係可以考慮簡便啊！簡便，唔好浪嘥米飯啊！真係，唉，咁就係即係呢度可以講開個玩笑啫。但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關乎人命咧，就當然會好多重嘅呢個 debate。咁但係即係我哋都要體諒嘅地方就係佢哋係受害嘅地方、受害嘅國家，而佢哋即係喺佢哋嘅立場裏邊，罪犯做咗好多傷天害理。喺個民粹主義嘅立場之下咧。杜特爾特做嘅嘢咧，好得到當地菲律賓人嘅民望同埋民心，呢個亦都係客觀嘅現實。同埋佢法治制度係唔健全，先至會搞成咁。係，係啊，因為佢制度唔健全，嗰啲官員佢哋有權，但係佢唔係用喺正當地方，係用喺賄賂啊，用喺巴結啊，咁啊即係唔能夠真正實踐咗個 law and order 嗰種公權力。好很簡單啦，你有好多嘅香港人，歐永祥事件仲記唔記得？都係入去菲律賓俾人老屈、帶毒、藏毒，你就知道裏邊係幾咁污糟邋遢。喺咁嘅情況之下，仲有一個康泰旅行社劫持人質事件，你就知道佢哋嘅情況，啲警察幾咁冇用，係嘛？咁我諗即係呢啲係我哋香港人都有受過，仲有鄧龍威事件，係咪？咁呢啲全部都係啲冤獄啊，俾人哋陷害啊！啱啱我一單新聞就有個菲律賓人翻去菲律賓過安全安檢嘅時候。俾人哋話佢就係有子彈喺個手袋裏邊就可以勒索，咁啊好彩佢就影晒放咗上互聯網，咁而家嗰啲人咧就即係迫於呢一個嘅輿論壓力，即係就要炒咗，咁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菲律賓嘅國家裏邊嗰啲制度係幾咁垃圾同埋一撇屎咁樣，咁你要諗下，如果跟西方國家嘅標準程序咁樣去做嘢，一定係做唔到嘅，即係個難處就喺呢度咯。係，戰後菲律賓曾經公投過入美國。當時有民族主義，好似而家加拿大咁樣上咗路。獨立，我哋唔要依附美國，我哋唔要學夏威夷，咁咪今天咯。如果當時入咗美國，成為一個州，菲律賓州，哇，都幾怪。咁就係菲律賓係美國嘅第51個州，搶先我哋加拿大做啊嘛。咪係咯，咁你加拿大就唔需要咁樣。唔係我哋做52個州。如果入咗美國幾好咧？幾好啊！即係叫做菲律賓州喎。即係美國有2條賓州，一個就係賓夕凡尼亞州，另一條就叫做菲律賓州。哇，幾好啊！真係嗰個叫大賓州，細賓州。嗱，我哋講笑就唔係塞住呢2個州嘅人啊，就係真係菲律賓啊，純粹我哋當為一個談話啫。冇錯冇錯。咁啊，佢哋冇入到美國，咁啊自己搞咗50-60年之後咧。60-70年啦，而家就呢個國家都仲係未曾同美國一個叫做民主文明嘅距離咧，仲有一大段有排路。有排搞啊！或者我哋翻返加拿大啊，好啊，加拿大有355年歷史嘅百貨公司 Hudson's Bay 頂唔順啦，恐怕咧就進入歷史啦。喂，佢創於1670年。當時係英國人殖民地嚟嘅。嗱，加拿大立國年份係167年，係早過加拿大立國197年。但係而家實體店排隊進入歷史，
點睇啊？我諗你都幫襯過 Hudson's Bay 喎。冇啊，因為點解咧？Hudson's Bay 裏邊賣嘅嘢唔啱你，同埋佢真係有咁多300幾年歷史嘅品味一樣，都係好古老，買唔落手。落咗去古董店。係啊，真係啲嘢老土到不得了。加拿大嘅百貨公司，如果你香港嘅朋友嚟到，你話帶啲朋友去睇百貨公司咧，你去Hudson's Bay咧，啲人秒到你一撇屎咁樣，款又老土，價錢又貴，又冇你 size， 買條毛咩？又要服務水平去到咁，服務水平就唔差嘅，佢哋啲阿婆啊、阿毛啊，即係佢哋亦都有翻上下嘅呢一個嘅年資。阿毛有啲阿毛咧，嗰啲 sales 就即係亦都係幾好，耐唔中你見到幾件嘅化妝小姐就幾散鏡嘅，咁即係俾翻 credit 佢哋。咁但係始終啦，即係由佢個採購嘅制度啊、營運嘅模式啊、啲品味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已經係脫節得好緊要，係好難經營。咁同埋而家嘅呢一個情況咧，真真正正將來嘅呢一個零售嘅走勢會係點樣？其實香港已經可以話到俾你聽啦，即係呢一個嘅淘寶啦，同埋呢一個嘅嗰個叫做京東啊，就會諗住喺香港裏邊咧開實體店，但係唔賣嘢嘅，係 display 店嚟嘅，即係啲琳琅滿目嘅產品啊！你去試下呢對鞋啱唔啱啊？你睇下呢件嘅實物個長度啱唔啱你用啊？呢衫個款式 O 唔 OK？質地 O 唔 OK？得 scan 個 QR code，憑你品嚟嘅啫。scan 個 QR code，然後就即刻就喺一個嘅網上面咧就係幫你買咗啦，然後過1-2日或者聽日就送到你嘅呢一個嘅府上。我覺得呢個就係嚟緊嘅呢一個嘅未來嘅 retail 嘅呢一個嘅形式嚟嘅。咁啊，俾中國咧就即係摸到，因為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咁如果你每個地方都插旗開實體店咧，其實就好頭痕，因為個鋪租啦、人手啦、logistic 啦、kick 啦嘅嘢咧，其實你諗下喺幾個大嘅 district 裏邊有一個大嘅 warehouse， 然後你喺網購之後，然後將啲物件送到去你嘅府上。咁而家再整埋一種喺旺點裏邊加個實體店，等你可以 physical 落去了解清楚個質地啊、size 啊、尺碼啊各方面嘅嘢啱唔啱你何車，然後就送去你屋企。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影響到乜嘢咧？就係影響咗你一個嘅 impulsive buying 啊、impulsive purchase 啊，即係何老總，你就鬼鬼祟祟側邊有個女朋友，咁啊約咗去呢一個嘅列治文嘅 centre 裏邊，唔俾阿嫂知道。咁啊帶佢行街，咁啊老總我好中意對嘅耳環啊，咁樣，係即刻買俾你，咁樣呢隻 impulsive 嘅呢一個嘅 buying 啊嘛，係嘛？行過見到嗲你兩嘢，個 sugar daddy 就送俾佢，咁你就跌錢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就係喺網上面睇到 OK 啦，咁然後我哋至去一個嘅實情嘅實體店，再睇下件產品係點，然後至去買。有段時間俾你諗清諗楚嘅，仲有一個嘅退貨嘅原則，你可以唔中意就掟翻走，就冇嗰種去行街啊！呢條牛仔褲又好靚啊，嗰度又好靚啊，但係其實唔代表你咁樣買嘢你買少咗嘅喎，因為你 browse 嘅時候，你靜靜地去諗下，俾好多嘅嘢去引你嘅時候，你唔覺意撳個掣就有咧，同埋你真係順手買埋好多其他唔等使嘅嘢係兩件事嚟嘅喎，咁所以喺個採購嘅模式裏邊咧，我個人就認為咧，就已經係有一個新翻天覆地嘅一種做法。而Hudson's Bay咧冇喺早20年咧就睇準呢一樣，咁呢個我哋都無他嘅家族生意，係咪？咁同埋係加拿大裏邊乜都慢半拍，即係呢一個係必定嘅事嚟嘅，同埋即係你啲稅啊各方面嘅嘢都好難令到佢即係呢一個嘅營運有好多嘅大錢可以去賺到，再加上一樣嘢嗰個退貨啊。refund 嗰種嘅 practice 啊，好難做，係嘛？佢亦都係揀啲產品裏邊啲 style 啊，各方面嘅顧客群啊，亦都可唔可以與時並進到咧，係一件好難嘅事。而再加上咁多嘅品牌、咁多嘅 brand 牌子，大家都開始有網購呢一樣嘢，網上面 shopping， 咁你嘅挑戰亦都係好大，同埋加上個成本一埋手，網上面買平你起碼30%，咁你點撐落去咧？係。冇啊 ，Hudson's Bay 我明日黃花㗎啦，轉型都幾難嘅呢間百貨公司啊，咁啊，事實上唔關乎佢嘅歷史來，而係呢種實體店咧係要轉型啊！而家所謂百貨啊，乜都包羅萬有呢個概念已經唔 work 㗎啦，而家開始進入分眾嘅鋪頭啊，你百貨你唔夠個互聯網個 online 裏邊幾百頁幾千頁 search 一樣嘢，即刻幫你去 search 到。
係嘛？你喺個鋪頭裏邊，仲要揾個阿毛幫你揾個 size， 又或者行嚟行去嗬，行嚟行去，係咪人幫到我？而家你一撳拉住 size 有冇，黃色有冇，間條有冇，撳落去即刻等俾你聽 out of stock， 咁你知道揀我第二件幾快啊？係咪？咁所以已經係唔係嗰回一件事嚟㗎，同埋咧。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去買嘢嘅模式㗎啦。而家啲年輕人咧，全部都係習慣去上網，即係調唔到翻轉頭㗎啦。即係呢一個歷史已經係 lift 咗去另一個嘅 stage。而呢種拖住手拖住個女朋友或者拖住阿媽去行街睇商場呢種嘅模式咧，係的而且確係少咗。你君不見咧，你今時今日你落去列治文 Centre 咧，你見到其實行街嘅人亦都相對地係個人流係少咗。咦咁大型嘅呢種嘅商場嘅呢一種嘅形式咧？我諗將來都會受到一定程度上面嘅衝擊嘅。冇錯，呢個網購行為係越嚟越普遍嘅，因為佢冇地域限制，冇時間阻隔啊嘛。係啊，大型嘅鋪頭咧，第一你個租已經係好驚人啦。人工咧係啦，人工就不在話下啦。加埋而家嗰啲人已經即係足不出戶，已經可以加埋 AI 啊。第時試衫可能 AI 都幫到你啊！你將你嘅身體咁啊影埋相咁啊，個 AI 都同你做埋裁埋個身材嗰啲字樣出嚟，可以試埋衫添。咁我估計你要影個褲浪出去放上網，唔係幾好啊？唔使影咪影你自己嘅身，可能個鏡頭面前已經個 AI 都可以睇到你，哇！你個身個膊頭幾厚啊咁啊，係嘛？係嘛？所以都係一個時代啦。咁啊，不過呢間公司係世界上少有歷史咁耐嘅，有成355年嘅歷史。哇！當年早到咧，真係嗱，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所在嘅 BC 省已經都未曾成為加拿大嘅領土嘅。佢係 Hudson's Bay 咧，係加拿大北部啊，哈德遜灣啊，即係喺嗰啲 Nunavut 嗰啲地方嗰度嘅啲 Hudson's Bay。咁啊，當時係捕嗰啲海豹啊，好多 fur 嗰啲叫做皮毛啊。咁呢度係殖民地時代，亦都睇到加拿大一個縮影啦，即係英治時代嚟到現在咁啱我哋呢個省叫做 British Columbia， 咁同 Hudson's Bay 真係好有淵源㗎，因為 Hudson's Bay 個創立人本身就係一個英籍嘅殖民者嚟嘅，英國殖民者嚟嘅。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你個定位，如果仲大眾化嘅，全部大眾化咗去網購。如果你話去到一啲好矜貴，買啲好貴嘅嘢，即係佢個 clientele，即係唔需要有咁多人，即係喺個大商場裏邊就係服侍一啲專櫃客戶買啲嘢，即係動輒都幾千蚊件嘅，咁啊另一種嘅打法，咁就係即係都係講嗰句啦，唔及時為自己嘅未來定位，行一條嘅路係嘛？咁而個巨浪一冚過嚟嘅時候，你應變唔切。就唯有就係成為時代巨輪裏邊嘅淘汰者㗎啦。所以我哋有時即係都要睇得遠啲，要有前瞻性，知道個潮流所在啊。咁啊，即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啊！呢啲唔單止係喺政治上，喺一啲生活潮流都係咁樣嘅。咁啊，網購都係一種冇辦法避免嘅，因為你實際上今天係大數據時代，互聯網個個都係手機捽。乜電腦咁，話呢啲，流水落花，冇得阻擋嘅啦。咁啊，只係我哋點樣適應。咁啊，唔係話網上嗰啲東西一定啱嘅，但係起碼都暫時都仲係雙軌制，網上網下大家要做一個適當嘅協調啊。咁啊，唔能夠靠晒網，亦都唔能夠即係固執，逢係網嗰啲都話唔得嘅。咁因為咁樣可能分分鐘仲要淘汰得快啲。冇錯，今日差唔多啦，時間。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各位多謝大家，記得撳個 like，CLS，拜拜，下次再見，拜拜。